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我哋今集嘅國標 Channel。直游絲無卡度嘅陀飛輪而家要製造已經唔係一個難題，而海鷗嘅陀飛輪已經係全面咁升級。Hi， 大家好，歡迎收睇我哋今集嘅呢一個國標 Channel。最近啦喺海鷗標咧又有一個工藝上面嘅新突破啦。咁而今次咧海鷗標就連同中國嘅一位計時領域專家傅裕博士共同研發咗並且掌握埋呢一個直游絲嘅製造技術。研發出一款全中國第一隻直游絲陀飛輪嘅機芯。如果大家想知道咩係叫直游絲，而將佢應用喺呢一個陀飛輪零件上邊咧，又有啲乜嘢優點呢？記得睇埋落去啦！相信大家都知道啊，游絲雖然係好細，但係對於一個機芯嚟講咧，佢係極為重要。而機械錶裏邊嘅機芯游絲咧，係一條好幼細嘅彈簧。本身佢嘅特性就係有彈性啦，所以咧喺機芯裏邊佢扮演嘅角色咧就係利用自身嘅呢個彈性帶動呢個擺輪，不斷咁吸收同埋釋放呢個動能，令到機芯可以繼續咁維持穩定啦，同埋擺動嘅頻率。海鷗今次咧所用嘅呢個機芯咧就係 ST8260手上鏈嘅陀飛輪機芯，佢最大嘅特色咧就係用咗呢個無卡陀嘅直游絲。一般機械錶裏邊嘅機芯游絲咧，都係用呢一個金屬做，容易氧化同埋磨損，甚至乎咧就金屬疲勞嘅，減少咗呢一個彈性等等出現嘅問題，更加會受到外在嘅呢一個環境因素咧，例如就好似呢個溫差啦、磁場嘅影響，令到走時咧就會出現呢一個偏差啦。而直游絲呢一種物料咧，本身嘅特性咧就係硬度高啦，又夠輕身，佢個重量只不過係呢一個金屬游絲嘅1/3，而且又抗磁、抗氧化性又強，又唔容易變形，唔會受到溫度嘅影響。而呢一個游絲咧就全面咁升級咗啦。而簡單嚟講咧，就係可以做到大家最關心嘅呢一個減少誤差、走時精準，而更加耐用，降低咗後續保養嘅呢個成本。而海鷗呢一款機芯咧，除咗換上咗直游絲之外啊，亦都配合咗無卡度嘅呢一個結構，取消傳統用嚟調整走時快慢嘅快慢針，而透過調整呢個擺陀上面嘅發錨或者係螺絲咧，調整翻呢個走時嘅誤差，就可以令到精準度更加高啦。同大家講咗一啲機芯上邊嘅技術特色之外咧，而家咧就同大家講下呢一個手錶外形嘅設計啦。而外殼咧就用咗316L 嘅精鋼，直徑42mm。錶殼嘅側面咧，花紋就以呢一個悉尼海港大橋作為靈感，而錶頸咧就係用咗藍寶石水晶玻璃，錶盤咧就係用咗近期好興嘅呢一個基紐紋雕刻工藝。相信大家喺我哋近期咧都介紹好多錶款裏邊，成日咧都聽到呢一個名，就係呢個基紐紋啦。基紐紋咧就需要配合手工同埋呢個機器嘅打磨，而視覺上咧就會有一種好似鑽石切割嘅效果。錶底咧就用咗透視嘅設計，可以清楚見到機芯背面嘅呢個海螺紋打磨、倒角打磨等等嘅工藝啦。所以話海鷗今次呢一款咧真係處處都係工藝啦，非常之有誠意。另外錶帶方面就係用咗呢個鱷魚皮帶，一共咧就有2種顏色，就係呢個銀色啦同埋紅色兩款俾大家選擇嘅。每隻嘅限量版咧就係200隻啦。如果你對以上我所介紹嘅呢一款海鷗直游絲無卡度陀飛輪感興趣嘅話咧，不妨即刻去翻我哋嘅門市佐敦裕華國貨嘅中華國錶國潮裏邊咧，就詢問下或者係試戴下了解下。如果係外國嘅朋友咧，不妨就 click 翻以下條 link， 就上翻我哋嘅網站咧，就可以揾到你自己心水嘅手錶啦。我哋嘅 WhatsApp 電話號碼就係52112516。記得臨走之前咧就 subscribe、comment、like and share， 撳翻個鐘仔。當我哋 update 最新嘅資訊嘅時候咧，你又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好，又係時候同大家講再見，拜。